Hello，大家好，阿 Sam，今日就嚟到小徑灣呢個屋苑啦我而家喺露台呢度，先睇翻今日分享嘅單位呢個景觀先啦。成個小徑灣嘅3期呢一塊咧係比較近住呢個烏山小徑灣綠道嘅，前面就係啦。佢有一條路咧可以直接通到去呢個綠道嘅。咁前面正前方咧有個愛美酒店啦，嗰邊有個自助餐係非常之平靚正嘅如果你喺美團啊、抖音上面買團購咧，係百零蚊都可以買得到嘅。不過而家夏天嗰陣時，可能佢價錢會升翻少少。我哋右手邊呢邊有個山頭嘅，個山景係非常之靚嘅。嗰邊嘅別墅區你睇到未啊？就係呢個小徑灣最貴嘅一個屋苑啦。成佢入邊嗰啲別墅單位咧，早期一手業主買嗰陣時最平嘅800幾萬，貴啲嘅成3000幾萬嘅咁成個單位咧，我哋而家所在位置係3期嘅一個高層單位啦。望出去嘅景觀係望翻內部嘅花園嘅。咁樓下嘅花園樹木都種得非常之多啦。成個小徑灣嘅物業管理服務係非常之好、非常之正嘅。講真，對得住佢嘅一個物業管理費嘅收佢。咁我哋睇翻今日呢個咧52方單位係一個單間仔嚟嘅。不過咧，成個單位業主咧係保養得相當之新淨嘅，就係嗰啲牆面可能唔需要自己做後期再油一油。全屋咧係冇擺家私家電嘅，需要自己買翻，就得翻一個櫃一個呢個櫃擺喺露台呢度。咁成個單位咧佢都通天然氣嘅。小徑灣呢個有個好處就係通天然氣。睇到未？燃氣表喺呢度。不過咧佢個廚房咧就唔可以明火爆炒煮食嘅。不過你去裝翻嗰個燃氣表嘅熱水器，咁燃氣表嘅熱水器好處係咩咧？就可以你加熱嘅時候咧會比較快速啲，同時咧個溫度會比較好啲嘅，比較襟用啲嘅從我哋一個入門口開始睇翻啦，成個呢個小徑灣3期呢個交付標準係比較高卡士啲嘅，包埋之前買116嗰陣時，呢個門咧就比較厚實嘅，好重嘅一個門。門口一入到嚟咧就有個鞋腳位，上下一個儲物嘅一個空間都係非常之足夠嘅，中間有個凹位咧去擺翻我哋呢啲包包啊、車鎖匙啊，或者我哋嘅啲錢包啊，都可以擺喺呢個中間呢個凹位。咁換鞋嗰陣時就唔需要話拎喺手上面啦，你入到嚟咧就打開嚟擺喺呢度，攞出對鞋換咗佢。咁下面有個凹位咧，可以擺翻我哋嘅拖鞋位置嘅，就係呢個位置你如果拖鞋嘅話，就貼入去。咁過到嚟咧，就係呢個開放式廚房。成個廚房咧就唔算特別之大嘅，講真，因為呢啲嘅一啲單間仔嘅單位咧，基本上住嘅人咧就比較少，或者係一個人或者兩夫妻住喺呢度比較多啲噶啦。咁過到嚟呢邊度假嘅情況之下咧，就冇必要喺屋企入邊煮非常之多嘅嘢食啦，因為樓下咧嗰個小徑灣嘅一個商業街同埋隔離飯嗰度係2公里長嘅一個食肆街市非常之多嘢食，非常之多嘢買嘅。咁屋企咧你買翻嚟基本上就係簡單煮下嗰啲湯粉麵或者斟煮下嗰啲海鮮嘅。呢個電磁爐，單露台嘅電磁爐，抽煙機，成個呢個抽煙機有少少嘅油漬嘅痕跡，但係咧唔多。後期買翻嚟之後咧就搞下衛生就 OK 噶啦，因為呢邊嘅物業嗰邊有個物業嘅一個管家服務公司可以搞呢個衛生嘅，不過俾翻少少錢就 OK 啦。上下吊櫃都係有做齊晒嘅，就唔需要我哋自己再做啦。但係咧，我睇到呢個上下吊櫃咧入邊嘅一個顏色有少少變化，可能後期睇下需唔需要搞下清潔咯，或者重新油一油佢咯不過儲物空間係非常之足夠嘅。成個呢個我哋廚房位就睇晒啦，睇下我哋嘅呢個洗手間區域。洗手間區域咧，中間一入到嚟咧就一個寫盤鏡櫃佢哋下面係鏤空嘅，中間呢個位置係我哋嘅一個洗手盤呢個我哋嘅水喉水都冇問題。然之後中間呢個凹位咧係一個鏡櫃，不過鏡櫃就比較細少少啦。成個鏡櫃嘅空間就唔算特別之大，但係咧佢後面係可以有儲物空間嘅睇下成一排嘅儲物空間，你嗰啲牙刷、牙膏或者我啲洗髮嗰個洗面奶都可以擺喺入邊去嘅。咁我哋嘅一個坐廁位置咧就喺呢邊嘅啦佢係分開嚟嘅。呢邊嘅坐廁空間都係足夠嘅企起嚟完全坐得落。窗口位有明窗喺上面嘅唔明暗廁。雖然話咧不過咁佢做得咁高嘅情況咧，呢個單位嘅洗手間區嘅採光方面咧就會差少少啦，因為個窗口位唔係特別之大，但係咧你呢個燈光效果都比較好嘅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過到嚟咧就係我哋一個企缸位啦企缸位就夠晒大啦，閂埋個門做埋乾濕分區，2人身位伸直個手都夠嘅。然之後不過咧呢個位置咧呢個玻璃面咧就係一個
透明嘅玻璃啊，嗰啲業主係做到呢個擋風嘅啊，咁樣拉伸嘅。有部分業主咧，或者係會喺出邊做翻一個櫃面擋一擋佢，就係嗰啲衣櫃啊、儲物櫃，或者你就後期貼翻張嗰啲紙啊，嗰啲貼紙就出邊睇唔到入邊可以睇到出邊嘅，就單向嘅就比較好啲啦。出到嚟咧就我哋呢個單間仔入邊嘅內容啦啊。嗰啲家私家電都全部清走晒啦。之前原業主係有自己住過一排嘅。嗱，睇呢個牆面就知啦。佢又掛咗一啲畫啊，然之後呢邊又裝埋嗱打咗呢啲燈仔，呢個叫做咩啊？螺絲爆炸螺絲上去。呢邊裝咗嗰個冷氣機嘅一個凹位。嗱，佢之前都有裝過嘅，但係佢拆走咗啦，因為佢個單位要賣咧，佢就把所有家私家電清走咗啦。嗱。呢個凹位咧可以擺翻一個梳化位，嗱咁樣擺，跟正面前方咧就可以應該呢個係睇點設計咯。因為成個單位咧就一個大嘅單間，呢度擺梳化都得，嗰邊擺梳化都得。我建議大家睇翻自己需求啊。不過我大部分業主都係喺呢邊擺梳化，嗰邊擺電視，呢邊就擺個床。嗱，嗰邊櫃仔啊、電視都擺喺正對面，我哋前書嗰個位置。成個單位嚟講咧，就算係牆面嚟講牆身。冇滲水漏出嚟啫，但係咧好多地方係需要重新再執油一油佢嘅。咁因為單位嘅面積唔大嘅情況下咧，全屋油翻咧就幾千蚊嘅。我估係3000零蚊就搞得掂啦，因為你只係油翻呢個白色嘅油漆嘅牆面。咁出到嚟咧就到我頭先講嘅露台啦。成個露台就唔算特別之大嘅，講真嗱。不過對於單間仔嚟講咧，呢個露台夠晒我哋用㗎啦。嗱，除非話你需要擺嘅方嘅嘢非常之多啦，平常時擺個台凳喺呢度望一望個海景啊。望下前面嘅一個園區花園景觀啊，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而家天氣咧就唔算特別之好，今日咧就係落雨天啊。如果平常時太陽比較光猛嗰陣時咧，望出去個海景係非常之藍嘅，就係嗰啲藍寶石嘅一個樣嘅。好啦，成個單位就睇齊晒啦，52個方。咁朝向咧朝住正南朝向嘅呢個方位咧，對住個南向嘅，有少少偏西，但係唔多。景觀方面咧，望山景、望海景、望遠景元素比較多啲㗎啦。同時咧，我哋呢個高樓層嘅建築單位，3期呢邊咧，你想買翻呢啲高層建築單位嘅細面積咧，就非常之少嘅。同時佢景觀係朝南向咁正嘅情況下咧，都好少業主攞出嚟賣，因為佢之前一手樓買嗰陣時係非常之貴嘅。我業主買嘅都係呢一期嘅一個咁樣嘅單間仔嘅單位，佢初初嗰陣時一手買翻嚟用咗40幾皮嘅。咁而家呢層樓咧，業主而家非常之平，佢嘅價錢咧都係差唔多賺到一半啦。而家咧28萬8就去攞低呢個52方單位啦啊！真係我之前有同事都影過嘅呢個單位，成個單位咧算係喺3期呢邊嚟講咧係性價比比較高嘅一個單間仔啦。睇下有冇粉絲朋友中意呢層樓，如果有中意呢層樓，不妨通過視頻上方嘅二維碼掃碼添加阿星嘅微信或者 WeChat嘅，可以約埋阿星嚟到現場睇翻呢層樓嘅一個實際情況。咁呢層樓咧就介紹得差唔多啦。睇下有冇粉絲朋友有其他嘅問題，可以私信阿星或者係喺評論區下面留翻你嘅一個問題俾我，咁我都會解答翻呢個問題嘅。好啦，今集視頻介紹呢個邵景灣3期嘅一個單間仔單位就介紹完啦。咁下集視頻再見，拜拜。想問情人，仍然不可變責任。如勤工獎，怎得到快感？是我為你早戀上癮，成為熱心的怪人，不再值得一吻和你未曾。